該主席。咁我有兩方面嘅提問嘅。第一方面呢，就係文件第27段都提到啦，截至今年嘅1月啦，地區康健中心累計嘅會員人數咧就52萬，咁服務嘅人次咧就係389萬嘅。咁我哋計翻條數啦，如果389萬除翻52萬咧，即係説明我哋康健中心咧現時平均每名嘅會員咧係接受緊大約7.4次嘅服務嘅。咁政府點樣評估呢一個數據係咪符合我哋地區康健中心本身設立嘅期望呢？而呢一個服務嘅次數又係咪可持續呢？至於呢方面呢，有冇各區嘅平均數據，從而可以呢從資源嘅運用方面更加有效去分配啦？咁呢個係第一方面嘅問題。另外呢，我都好關心藥物嘅可及性嘅。咁所以上年呢，我哋工聯會都舉辦咗圓桌會議，邀請咗唔同嘅持份者，大家一齊集思廣益嘅。咁文件嘅第46段咧都提到我哋社區名冊咧初期咧就涵蓋100項嘅藥物啦，之後就逐步擴至400項嘅。咁未來政府係咪會公開我哋社區藥物名冊嘅篩選準則啦，同埋更新嘅頻率啦？政府亦都會唔會設立藥物可及性嘅指標？例如咧，我哋有幾多萬名嘅人口啦，去應對翻藥房嘅數量，從而去調整嘅設點嘅策略啦。同埋會唔會配合翻？例如我哋有啲區域啦，佢可能係冇西醫嘅，有啲屋邨，咁會唔會都係針對性可以填補翻呢個嘅空缺呢？最後咧，政府會唔會考慮實現智慧藥房，即係收集數據去提高藥物價格嘅透明度，同埋咧引入藥物嘅即係參考指標咧？從家係從社區嘅需要同埋病人嘅角度去考慮咧。唔該，主席。好，局長。多謝陳議員。咁我哋地區康健中心呢，因為喺一路個發展過程裏邊呢，一路增加我哋嘅服務啦，咁所以其實咧都睇到佢嗰個成長嘅。咁但係我都想係即係時間上扼要啲咧。咁係關於地區康健服務，我就請阿彭醫生去解答。咁然後關於藥房藥物咧，我就請阿張醫生呢係詳細分析。好，彭醫生。多謝主席。其實我哋知道地區康健中心喺2019年第一間落成之後，其實其他嘅落成係逐步落成嘅，所以我哋計緊嗰個370至380幾萬嘅即係訪問次數係講緊過去咁多年咁多間嗰陣時咧，因為佢唔同嘅年份投嘅服務咧，咁所以喺頭嗰兩個合約咧，我哋用咗個叫做 accumulative 嘅方法去計算，咁所以啱啱講緊7次咧，其實應該除翻3至4年作為一個平均啦。咁大致上其實每個市民應該係過去喺2至3次嘅即係一年嘅即係到訪啦。其實對於我哋嚟講，覺得都係暫時可以接受同合理嘅。咁啊當然我哋會繼續監察同埋知道即係個服務量增加，針對邊一方面會更加需要提供多啲服務咧，會繼續檢討同埋即係睇方呢一方面可以用咩方法去提供咁樣。包括即係策略採購，即係社區裏邊嘅一啲服務咁樣。咁我答到呢度，主席。好，張醫生。社區藥物名冊咧，就其實喺舊年10月咧已經係對公眾公佈咗成個機制㗎啦。而嗰個文件咧，亦都可以喺基層醫療處嘅網站入邊咧係可以下載咧，同埋進一步嚟理解嘅。咁我哋呢個社區藥物名冊嘅名單呢，其實而家係籌措緊嘅。咁我哋好希望今年下半年呢，就正式可以用呢個名單呢，係去供應藥物咧俾市民啦。咁我哋頭先都介紹咗，就係話我哋開頭會超過100項嘅藥物啦，慢慢我哋會逐年咧去增加。咁所以嗰個藥物名單本身亦都係會適時公佈嘅，會喺翻個網站嗰度咧係會公佈翻呢。我哋譬如第一層、第二層其實有啲咩藥物喺入邊呢？咁呢個市民都係可以得知嘅。咁我哋整體機制呢，就每年會更新一次。咁如果有需要，亦都可以中間呢就再做一啲更新。呢個主要睇下有冇啲服務推廣呢係發生嘅話呢，咁我哋需要用一啲更豐富嘅藥物名單呢去應對翻個服務需求。咁我哋好希望呢就係得到我哋基層醫療處嘅專家呢，佢哋會審視翻我哋嗰個基層醫療嗰個服務發展嘅範圍啦，然之後向我哋呢就會係提議翻應該如何呢就將一啲新嘅藥物呢係加入我哋社區藥物名冊入邊嘅。多謝主席。好，唔該晒。主席，可唔可以答有關地點設立嗰個考量？局長會唔會有補充喺個地點？藥房地點咪頭先都講咗啦，18區入邊每一區都會有喺嗰個推廣嘅期間呢，會
最多唔超過5間。但係如果往後喺嗰個先導計劃完咗之後，覺得係可以有更多嘅社區藥房參加嘅話，亦都可以繼續增加嘅。每區起碼有。主席，我知道每區都會有，但係會唔會針對翻嘅人口嘅分佈啦？因為而家我哋康健中心就唔係針對人口嘅分佈啦，可能係比較偏僻嘅地方啦。咁人口嘅分佈同埋我哋講緊有冇啲零西醫嘅區域都可以特別針對性係設立我哋嘅社區藥房。呢個我哋持續去參考，睇下個社區入邊嘅藥房佢嗰個準備狀況啦，係咪符合到我哋嘅要求啦？咁其實我哋多多益善嘅原則上，社區藥房越多越好嘅。